桌面上摆上10几种落来，无共品种产期嘛无共款，但今年产量受到欠雨水影响，6个情形比往年更加严重，产量减少3成左右，陆续将进入采收期。大来公所嘛将伫7月23举办大来落来节活动促销。种植的面积260公顷所以伊的产量参面积是咱全国上解决全国第一就对啦伊栽种的品质真好那品种嘛真多是伫6月到2月是伊的生产期那欢迎各位会当利用这段期间入来咱大来选买坑里落来，四季顶顶南上白醋，搁再用海菜包起来，就一道美味的菜色。落来不只当做甜点，还当入菜做料理，重点是非常的营养。吃起来口感非常咕噜咕噜，很好吃吃下去呢，皮肤会变漂亮，咕噜咕噜自己看得也很漂亮，别人看也很漂亮，就会展现出笑容，就是笑容这个幸福果。大来区公所7月23将伫大来公所市场边的农会空地举办大来落来节产业文化活动，除了落来展售，也有相关的趣味活动甲动手体验。台南新闻郭文琪采访报道。